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4月26日AM新闻，我是嘉豪。要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连载。华航机组点感染事件，有可能人感染了，目前已经有9位机组人员的技师来感染，指挥中心也要甲会机机组人员加强管理。中国军机又过来扰乱台湾咯，而且佫派人飞来这飞增加30公尺悬尔。新闻一开始，咱来关心国内疫情消息。讲到华航机师的检疫事件继续伫咧增加，疫情指挥中心伫今公布讲，佫增加2位会机的技术确诊，目前已经有9位技术确诊咯。指挥官陈时中表示讲，有必要加强华航机组人员的检疫场所，嘛对即马开始会加派保警和医护人员进驻，无排除会全面接管。另外，陈时中也讲到会进行试办计划，若准入境的人有做过2针疫苗，会缩短居家检疫时间，上紧伫5月中就会来实行啊。华航机师染疫，佫增加2名会机技师确诊，1102例是本国籍30外岁男性，今年4月7日到7九8执勤飞美国，等下台湾居家检疫基本采检是阴性，19到22个执勤飞美国，等下台湾居家检疫期间出现家属发烧症状，隔工检疫基本采检才确诊，1105例是本国籍40外岁男性，4月7到7十8执勤飞美国，等下台湾居家检疫结束采检是阴性。25因为飞航技术扩大采检专案，才做采检才确诊，2个个案的感染源目前拢还佫调查。到目前，可能在研判起来都各有在飞国外的这些班机里，就说那个航程里面那时候染疫的可能性相对的高。因为华航6天以来已经有9名技师染疫，指挥中心认为有必要加强管理华航机组的检疫场所，为即马开始加派保警甲护理人员进驻检疫场所，甚至无排除全面接管。是不是怀疑说会不会在里面有所感染的情况？那我们只是让这更专门的人继续看，不管在路线进出的一个消毒，是不是符合感控的要求？那另外呢，我们请保警去是看它相关的监视器，对于这走廊有没有这样子跑出来。另外，全球人咧做新冠疫苗，台湾做新冠疫苗也过外过，但是从第一摆表示要展开试办计划，也就是入境的人若是有做过疫苗，应减少居家检疫的天数到7天。国外的 PCR 是阴性，那进来到第7天 PCR 也必须检验是阴性，那所以要进入国内，我们现在考虑说注射疫苗2剂后1个月。你就可以来跟我们申请这样方案。但是，中表示，这方案要咧研究，试办计划会伫一定的条件之下进行，人数有限，上紧5月中试办。外界关心疫苗是不是限抢牌，指挥中心回应，会检验确诊疫苗的效力，目前无限制疫苗抢牌。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华航机师，已经有9个人去染到武汉肺炎啊，到当时也无法度确诊因的感染源。疫情指挥中心对今仔开始针对华航1200多位会机的机组员进行采检，若准有意愿的人，也是会当做疫苗，就是惊讲疫情继续来拖开。挂虽然保持社交距离，中华航空有67个自动做疫苗技师，分别坐3台大型巴士到保利桃园病院的户外采检站做 AZ 新冠疫苗。明天开始，那么会在华航园区设立临时的医疗站，那么由部桃的医生来支援这个临时医疗站的工作，那包括这个采检、抽血跟注射疫苗，3个动作同时要完成，所以预定要做到5月10号。那每天大概会有超过200人。疫情指挥中心也为2日开始针对华航1200多位会机机组员扩大采检，就惊技术染疫事件佫扩大。到底华航1年级技师伫澳洲确诊之后，伊表示要伫4月16日中昼去台北清真寺。即马传出台湾科技大学有65位学生，迄一天也甲染疫技师参加同一场清真寺的活动。学校除了伫25全校大消毒，学生也改用线顶上课到30为止，拢暂时免去学校。毋过负责疫调的台北市府也无接到中央的通知，甲媒体共款，拢是看新闻才知影。现在为止，这些年轻人或学生在台北市到底有哪些人？那需要我们做哪些疫调？目前台北市政府卫生局疾管科还没有接到通报。
黄珊珊讲，台北市府有请清净师提供名单，即马摕到差不多100多人，已经联络到70几个。目前发行技术有9人检疫，甲毋过到即马拢无法度确认感染源。其中第7位检疫技术表示，北到德国做酒测时阵，当地地勤人员斗相共调整分的所在，无挂手笼，怀疑就安尼去画着。呼吸道的黏膜，包括比如碰到我们的眼睛、碰到我们的鼻子、碰到我们嘴巴的东西，只要沾到病毒，都会感染我们嘛。工作人员拿一个吹嘴，上面刚好污染到病毒，给你吹，去测试酒精，这些都是会造成感染的。国内专家建议，指挥中心应该针对这定定接触国外旅客高风险族群，比如航空机组员、船员等，定期做血清抗体检验，了解整体感染率，同时赶紧安排做疫苗，才能提升保护力。记者综合报道。讲到中国军机伫今仔日又搁来扰乱咱台湾咯，甚至军机是飞增加只有30公尺尔。外界会直咧诱讲，可能是利用无人机来做扰乱的。另外，中国解放军进前有举行3代军舰的交接仪式，其中上届新型的海南舰，阁会当运送战车。国防部也回应讲，目前的武器是会当阻挡中国侵犯东沙甲太平岛的。攻击会当讲达工吊台，也毋过历来行为特别引起关注。攻击一透早进入咱国西南空域，关岛只有30公尺，写落新低纪录。外界研判，共军可能派出无人机测试。中华民国空军广播为台湾西南空域高度30公尺的中共军机注意，你已进入我空域，影响我飞行安全，立即回转脱离。并不了解这个资料的来自哪边来，没有评论。那重点在于是说，我想我们唯一能够表达的就是对于这西南空域相关海空之动态，我们是会加强这方面的掌握。共军继续壮大军力，23举行新型两栖突击舰海南舰、飞弹驱逐舰大连号、09苏 A 型战略实战舰，东征18号的成军典礼，海南舰和外界解套时光大利器，排水量大约4万吨。未来将属于南部战区兵时负责，南海政府会当载30架直升机，也会当一摆载2千兵力，对东沙岛、太平岛形成威胁。抢夺台湾几个主要的港口，比如说台北港或台中港，或高雄、台南等等的。他这样抢夺港口的用意是要做行政下卸，也就是让后续的车辆渡轮还有货船可以快速靠岸。毕竟一个港口1个小时的下卸量可能是4000吨。中国未来将有4架075型两栖攻击舰。另外，中国航母辽宁号顶日伫海南岛外海关地停留过1天，传出各种消息。不过，最新的消息指出，卫星相片显示，辽宁号由飞弹护卫舰护航，航向巴蜀海峡。面对中国部署，国防部强调，现有武器会当作是共军进犯。你认为现在的武器还能够达到东沙跟太平的有效遏制吗？可以，你确定哦？是。为了反制，中共将海南舰进驻南海海巡署提出，包括立立国防军防的兵政官员，甲国防部国安局建立情报交流机制，适当射击训练，定期办理异地训练等5大强化防务作为。海巡署除了参与这届8港7美的电脑兵推，也会派军舰参加海军实兵演习。记者综合报道。讲到香港国安法通过了后，也影响到香港各种的自由。伫台湾支持香港人权的台湾基督教长老教会，所风声讲因的网站去互香港封锁啊，甚至香港媒体阁写讲是台湾的长老教会收黑钱收留香港的道犯，才去互禁止的。不过长老教会的牧师黄春生认为，这是中国对内宣传的讲法，目的就是要剥削因的网络自由。伫咧台湾的长老教会因也讲，因对香港的关怀绝对袂动点。香港国安法通过了后，警方开始进一步进行防网行动。而且记录反送中资讯网站香港偏连署封锁了后，有香港网友发现关心香港人权的台湾基督教长老教会也封锁。民进党甲国军的网站嘛连袂起哩。香港的亲中文汇报阁用标题写涉犯国安法，香港台独教会网站讲做长老教会涉嫌收黑钱，收留香港道犯。依照国安法，保安局长有权移除危害国安的网站。因和香港的人无法度连到伫台湾，当然是增加真侪无方便啦。但是嘛毋是敢若用这个管道会当联络咱，其实会当有真侪无共款的管道嘛。嘿，比如讲电话至少拢会通。我是感觉讲这是对中国来讲是大内宣的作用比较大啦。
台湾基督教长老教会牧师黄春生证实，确实香港网友也都爱勉强才会当连起咧教会网站，不过伊袂烦恼，也展示出家己手机内底其他通讯软体，香港人也有其他管道会当询问，若是教会方点名牵涉到国安法。黄春生认为，中国已经将香港内地化，剥夺网络自由，甚至上网络发文章拢有危险。不过，因支持民主，也甲帮助香港人的信念，袂因为安尼停落来。伊也讲，咱去帮助人。听人这是唔对，安尼是伊的问题，唔是咱的问题。中国将世界拢当作是伊管辖，这是真无道理的。嘿，我是感觉讲，全世界自由民主的这个国家地区，应该是要团结起来。香港一国两制已经遭受摧残，都惊香港变作中国对台统战的基地。刘委会当地研究修正港澳居民来台居留登记制度，未来会加一个登记居留管控停时，未过有短满1年就当得到登记资格进行。可能未来还要面对这个香港情势的改变，所以我们的确有在研议当中。将来港澳人士至少爱伫台湾住2年至5年，才会当领到身份证。其他的移民方法，亲像投资移民，也是摕专业资格这个管道，原来会同齐做限制。记者综合报道。对着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受到华南分河区沙向东边加热对流的影响，伫咧南投县包括着日月潭、鹿角、溪头等地区下晡拢落大雨，当地民众是真欢喜。另外，伫咧台中环保局也同意伫限水期间，会当暂时提供塑胶类以外免洗餐具，或者这消费者。不过，就业者表示讲，若是提供予伊，成本又搁加出来了。雨雨天顶落落来，南投日月潭从日内下昼1点20分开始，落起未细午后顺雨，雨势一直继续大约3点钟到4点20分才停落来，累积雨量有24毫米。真久无落雨啊，即马落雨，民众拢非常欢喜。今天呢下了一场雨，真的很开心。你看地上都是湿的了，终于有水了。希望可以再下大一点，再给我们多一点雨水。下了这一场雨呢，就是萤火虫啊也开始就是会大量的出来，然后我们民生用水也会稍微舒缓一点。希望再多下一点这样子。日月潭气象站表示，南投其他地区，包括水里、国姓、鹿角、溪头，也拢有明显的落雨。也不过拜日开始水气增大，后一波落雨可能要等到拜3。明天水汽逐渐转干，预估下一波在礼拜3锋面接近及通过影响的时候，在南投地区午后也会有比较显著的降水发生。中部水将游园站内目前游园维持强雨停止分区限水措施。也不过自4月初6开始，台中市政府就放宽非塑胶类免洗餐具的使用，包括公部门、学校、百货公司等，在限制期间会当使用免洗餐具，减少用水量。也不过相对也增加卖纸类免洗餐具的费用。不锈钢的餐桶的那套呢，改成用纸餐盒的方式。这样每天大概多出的成本大概10块钱，一个班级大概10块钱。目前纸类的话，我们每个月成本就会再做提高这样子，因为会提高到有上万这样。因为纸厂企业也反映伫纸类免洗餐具，而且业者也未少，规期限水期间无开门营业。目前这比较康乃馨也受欠水影响，全国上大产区彰化产买的康乃馨唔但比往年细，产量也比往年少2成外。各行各业拢希望水情会当赶紧恢复正常，生活也才会当恢复正常。记者综合报道。讲到洪台苏力基已经离开台湾啊，不过东部沿海也有2-3公尺高的大影，甚至伫花莲的石推坪，还会当看到5层楼高的海影。所有民众走去看海影，险险啊，都去互大港架去啊！这是日时伫花莲凤鸣乡石推坪风景区的景险画面。迄个时阵风景真强，不过也受一阵游客去岸边看海影。这时阵第一波海影来，下平线的人根本袂赴走，无甲7秒钟。第2波大影过来，将较悬的10个人扛倒在地。第一时间民众受到波及的时候，有119的救护单位来做协请，那同时朱卫警那边也有与我们海巡这边共同去做协处。当下的民众是轻微的皮肉擦伤，那是自行走出步道到路边上救护车。好佳在无人被赶入海中，岸巡队将步道栅栏关起来，不过好亲像无法度阻止民众继续看海影，个会去生水。有，他说不能过去的地方，我们就没有走过去。在这边看感觉怎么样？就很漂亮，然后被水泼一身，还蛮好玩的。
在地阿美族人表示，这种风景连在地人都唔敢靠近。每一摆看到这无爱命行为，拢为因真紧张。但村队是呼吁，苏力基洪台虽然已经离开，但阁是外围环流影响，烟花依然有2到3公尺长影，千万唔通靠近。记者综合报道。伫咧桃园八地有一间公寓厝的2楼，今透早6点外发生火灾，一对翁仔某含44岁后生，去互救出来时阵，拢已经无喘气啊，送到病院急救也是救无回来。之前有火灾造成3个人死亡，导火原因也等咧调查。铁窗仔拢烧到乌麻麻，时间等到早起6点外，塘市八德区巷内一栋4层楼的老公寓传出火警，导火点伫2楼。火烧甲真大，乌烟直出天顶，附近徛家拢伫困眠中惊醒，凶光逃生。我在里面睡觉，听到声音蹦蹦的，我才出来的。我原本在睡觉，就有听到楼下有在很吵的嘣嘣嘣的声音，它铁门跟外面阳台全部都是火，黑烟很大啊，有看到有一只手在招手啊，是没有听到声音，只看到招手啊。邻居喊他说赶快去躲到浴室去了，那后来就没有声音，也没看到招。消防队协助了后，赶到现场，厝内已经全面烧起来，随布水线抢救。火势伫7点半左右拍花。厝内70甲80外岁老翁某甲44岁后生，疑似刀伤未愈，互救出来时阵已经无喘气心跳，送医抢救了后宣告不治。下来之后，其实2楼全部都有火势从窗户冒出来，那现场已经全面燃烧。那后来我们将火熄灭之后，我们现场发现里面的杂物很多，那也陆续搜寻了3名受困人。消防局表示，火灾现场放真侪杂物，除了较易烧起来，也增加救灾困难。这件主体火警造成一家伙仔3个人死亡，初步了解是小拍电引起，详细原因也阁有待进一步的调查。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听话说分明。讲到疫情，世界第2严重印度26一天，因的确诊病例又在创新高了，有35万人确诊，死亡人数也有2800多人。而且对4月中开始，每天的确诊病例拢超过30万人。各地头的病院无病床，连上数也欠货，有一寡生理人是趁机会起大价，甚至阁卖假药啊。大桶sản素供应商的工厂内底，工人无用滴灌这的sản素，准备出货予各病院。印度为4月2以来新型冠状病毒单日新增加的确诊病例都超过30万人，过去2天阁突破35万人。为新德里到孟买、雅美达巴德这各大城市，病院拢是欠病床。虽然铁路公司用部分车厢甲改造病房备用，毋过欠缺呼吸器一定要用的sản素，互真侪患者甲亲友敢来当伫病院外口苦苦听候。कहाँ से आ रहे हो? यहाँ अहमदाबाद से कांटलोड़िया। किसको लेके आए हैं सर? ये हमारे फ्रेंड है, उनको कोविड का 5 दिन से प्रॉब्लम था, आज थोड़ी इमरजेंसी थी, इसके लिए यहाँ पे लेके आए थे। 像这种例，目前伫印度世界看会到，等无病房的患者甲家属，有的就伫车顶听候，有的敢来当转厝。其实若是病房甲sản素严重欠缺，治疗相关的资源嘛拢无够，因为患者增加真侪，检验机构根本都未赴提出结果报告。第四条已经出现镜头的患者，因为提无证明，无法度入院治疗。到伫疫情这么紧张的时阵，也是有人发灾难财。路透社引述病患家属的话讲，平常时一桶sản素就要6000卢比，差不多是新台币2240块。目前起超过新台币18000外，超过将近8倍。而且介绍起价幅度更加2位数。治疗用药物瑞德西韦也起价真离谱，平常时一罐400公克要新台币12000外，目前有民众用93000外才买得到。英国广播公司 BBC 的报道讲，有的民众开大钱买到假药啊，也有患者家属互乌市买主要求讲，爱先付新台币3700块定金，钱回去少付互人封锁，钱当然讨袂转来。公司新闻徐家人编译。印尼海军有一台德国制造的畅水艦，伫透早伫巴厘岛北边的海峡失去联络。印尼总统昨夜证实讲，这台畅水艦已经沉入海里面，军方嘛已经找到啊。因为影像也显示讲，这台畅水艦撞做3轨，顶头有53个人，全部拢不幸死亡。
军方人员提出找找到的救生衣，佮播放到水下救援艇传回来的影像，证实失联的潜水舰确定已经沉去，船顶53官兵全部死亡。印尼海军也表示，电力故障可能会使得潜水舰无法度执行紧急停驶，来重新扑出水面。啊，毋过为海底影像就会当看到潜水舰部分残骸，包括着船顶、船头要沉落去的操作钩、船尾徛伫的操作钩，也甲部分船身。也毋过潜水舰已经断做3节。Tadi tempat tenggelamnya KRI Nanggala berjarak kurang lebih 1.500 yard di selatan, pada kedalaman 838 meter. Ini terdapat bagian-bagian dari KRI Nanggala. 印尼海军就表示，伫确定潜水舰准确沉去的所在了后，就会开始打捞，佮调查事故的原因。目前已经有真侪国愿意协助，也毋过因为水的深度超过800公尺，加重打捞的难度。海军已经派船舰到这个所在，探测水底的金属反应。加上原来希望军方会当找到失踪的水兵遗体。公司新闻陈伟仁编译。35年前的4月26日，伫咧乌克兰的车诺比核电厂发生反应炉爆炸，造成核能外泄的灾害。当地民众举办追思活动，乌克兰政府也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世界遗产的申请，希望会当把这个遗址保留落来，成做历史的价值。献玫瑰花点到蜡烛，车诺比核灾35周年，当地举办追思活动，纪念伫核灾当中死亡的救灾人员。半暝1點24分，響起警聲，向定核電廠發生爆炸迄一刻。Мои друзья, муж, все близкие люди, которых уже нет. 车诺比核灾是史上上严重的辐射污染意外，因为经费操作不当，和反应炉爆炸，灾变了后的大规模撤离，和核电厂周围30公里，成做无人住的禁区，甚至附近的国家也和核污染影响。Чтобы в дальнейшем не было таких ошибок, чтобы эта память осталась нашим детям, внукам, чтобы они. 原本欢迎的皮里皮亚特小镇，今年把成做一座鬼城，伊伫甲2012年开始成做黑暗旅游的新兴胜地。今年欠5万进厝来自地方的车诺比遗址，2019年伫影集核爆加远的带动之下，旅客数增加2倍。The importance of Chernobyl zone is far away, comes out from Ukrainian borders. First of all, because it's not only about memorization, but it's also about history, about rights of people. 目前，乌克兰文化部拍算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请登记做世界遗产，希望透过地位的升级，让当地观光旅游更加发展。重要是让大家会记得这场核灾反思核电的安全和发展。公司新闻王碧文编译。香港甲新加坡伫去年10月中捌宣布旅游气泡计划，伫咧进程要开始进程，说是向来冻点。也因为最近疫情有较稳定啊，香港政府伫今仔早起公布讲，航空旅游气泡计划上紧伫5月26就来实行。不过参加的人必须爱注过2针疫苗，伫咧上训练期进程的72点钟爱有体检阴性证明。另外，新加坡的外交部长也证实讲，已经向咱的台湾提议讲，要互相开放旅游啊。 香港同新加坡政府咧，雙方係同意咧，旅遊氣泡嘅安排咧，最快可以喺4個星期之後，即係5月26號星期3咧，係可以啟航。香港政府宣布，和新加坡嘅合同旅遊計劃正式啟動，雙方協議以5月28做首航嘅目標，暫定前2禮拜，大港單向一班飛行機搭載航班上濟200個人。香港政府強調，雖然香港疫情轉好，不過即擺嘅旅遊氣泡是有條件開放。除了出發前14天未當有旅遊史，出發72點鐘以前愛附陰性嘅檢測報告，閣愛裝追蹤手機嘅軟體，而且一定要做過疫苗才會當參加。參加呢個旅遊氣泡嘅香港居民咧，係必須完成接種2劑疫苗，最少14日之後，先至能夠咧係乘搭嗰個專屬航班去參加呢一個計劃。
香港政府卫生署公布，新冠疫情上新的确诊人数，最近拢是境外个案。4月份定定是本土的零确诊，目前累计确诊人数是11740个人，注意了人数超过127万人。虽然新加坡这2天确诊的案例拢是境外个案，不过4月下旬，捌连续4天新增本土的病例，或者医工的宿舍真侪人确诊，全国累计的确诊数有60662个，注意封社的人数约85万人。这摆香港除了合同旅游，佮放连非公益的计划，考虑伫个5月中旬开放非香港人来使用，加强3地人员的交流。4月29号星期四，在内地的所有香港居民都可以透过回港易的计划回香港。不需要14天的这个检疫。台湾甲别流合同旅游4月初开始了后，新加坡嘛有可能是后一个合同旅游的国家之一。新加坡的交通部长王以康接受媒体访问时讲，已经向台湾政府提议建立旅游气泡，佮有互相信任注意防社的证明。记者综合报道。劳动部发布上新的无薪假统计资料，目前国内有4109人等来放无薪假。劳动部表示讲，继续这个边境管制，加上各国疫情无稳定，旅行业和运输业的无薪假拢比顶一季更加严重。业者讲，政府对旅行业的薪水补贴，干那到今年的头一季尔尔，希望政府会当安排其他国家的旅游气泡。60年的老字号金龙影城旅行社，疫情进前员工差不多200人。去年中经过一波减薪加鼓励优质停薪政策了后，目前有150个员工，每个月人事管销成本500万到600万，将办公区整合关部分地区准则开支。目前主力放在国内企业员工旅游、教育培训、甲特色国旅产品开发，希望度过疫情。努力去开发一些国旅的产品嘛，那也目前也只能做这些事情那我们希望能够尽快也许疫苗慢慢的施打的人能够越来越多的情况之下，大家防护力更强，那我们也希望能够在国旅的这一块能够逐渐的走出去，国外的这个部分。不过，也有真侪旅行社已经记载袂掉。劳动部透露，最近有一间较大型的旅行社实施第4波无薪假，根据上新公布的减班休困资料，全国无薪假人数有4109人，以运输程度业上济1412人。第2是以旅行社为主的志愿服务业有1004人，比顶一摆调查各增加168人。有关那个航空公司的这个部分，运输仓储业，那另外一个人数也是相对多的，这就是旅行社。那这2个业别加起来，其实是大概这一期来看是比较重灾区。那2个加起来大概占了60%左右。劳动部表示，目前放无薪假的旅行社有150间，是去年中以来新冠纪录。推估是边境管制无解除，无法度出团，甲别流旅游不如有基所地数。有旅业者表示，政府对旅游业的薪水补助，至到今年第1季、第2季也无明确补助措施。国际疫情各滚价，国境开放恐惊各延迟，业者拢真无奈。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轿车甲奥多摆拢有专门的车路伫咧走，因为咱过路人咧，全台湾拢有为过路人专门咧行的人行道，说是各种的形式，全台湾也无统一。2条白色飘线位伫点仔公路上，加上大人看到囡仔的人行道时，甲人行道三字，这就是行人专用的飘洒型人行道。位伫台北市信义路6段，甲实体人行道无同，飘洒型人行道只用右侧分出车道甲人行空间，民众行伫路上认为效果无大。应该要把那个线再标记得明显一点，会比较让行人比较好辨认这样。金门街的点仔公路才青色，白沙边仔也有红线禁止停车。同款是飘洒型人行道，也是一般民众常看的青色人行道，比指挥白线的简单型人行道对行车辨识较有帮助，也毋过也有驾驶谈方便，直接违停伫人行道乱冲真多。车子会比较注意到这边有人行道，就不会比较不会往这边骑，会避开。对，所以说还是有部分的就是驾驶直接临停在就是像人行道上面，会不会觉得不太好？我觉得蛮不好的，因为这边就是人行道，就给人走。全台各县市拢有设置飘洒型人行道，也毋过无统一形式，民众定不袂清楚。台北市交工处强调，飘洒型人行道是实体人行道的过渡期，目前8节青色普遍有90%。我都会先通知新工处，尽量把道路的这个平整度把它提升起来，我们再来以绿色铺面为主，这样。
以六岛为例，台北新潮汤圆的飘洒型人行道是用点仔架青色铺面的两种形式，台中拢用青色铺面，高雄原先是以点仔架为主，渐渐改做青色较侪，台南是青色甲无彩色同齐。为了加强用路人可以明确的辨识那个颜色底色的部分也可以用绿色来代替。针对无法度施作实体人行道的路段，台南市画设飘洒型人行道，目前为22个，总长12公里，是青色铺面，佮搭配红线。交通局表示，若出现违停占用，警察会当开单处理。记者综合报道。咱台湾当着高龄化又搁囝生少，未来青壮年人口爱照顾爸母的比例佮负担会大大增加。民间团体也呼吁政府讲会当参考日本的养老假，定出长期照顾假，如讲会当称中照假上长180天，前30天会当领到6成薪水。不过劳动部表示，目前是欠缺相关的财务来源来补贴中照假，头家部分也可能会烦恼讲人力不足的问题。如果让我们有时间处理，我们就不用被迫从职场离职，变成回家照顾的人。台湾将要进入超高龄社会，当年有13万劳工面临家庭长辈的照顾困境，不得已离开职场。尤其女性劳工离职关过男性劳工，劳团争取长照假活4年，一直等未到草案立法。在5月劳动节进前，家庭照顾者关怀总会甲妇女身体结合14个工会团体在立法院外口发声，爱蔡总统唔能够跳票接受延期长照假。全国的230万的劳工当中，大概有1/5目前都已经面临了照顾的这个难题，每一年大概有13.3万人离职，这样的一个数字，难道不值得政府深思而且注意吗？目前的扶老比是大概不到5个年轻人要养1个老人。25年后，我们大概有1.7个年轻人要去养1个老人。日本护劳工有93天的顾老假，会当分3摆申请，获6成7的薪水。民团建议学日本长照假立法，护劳工会当申请180天的长照假，前30天获6成的薪水，其他150天稳准半天还是1天的单性请假。根据劳动部调查，劳工的长照假需求主要以处理临时突发状况较侪。若无薪水补贴，也会影响劳工请假期限。资方方面，虽然有29%往3成认同长照假，也毋过主要烦恼人力无法度负担长期的长照假。以资方面来说，因为天数感觉会多一点。他必须要有一些人力的安排。那这个假如果请了，是不是能够有薪水，或者是有其他的一些保险的给付可以来支应？那我们会来做进一步的。日本顾老假经费来自社会保险，劳动部表示，咱国长照假立法有冤欠财务来源，相关基金支援，涉及为服务跨部会业务，会搁做审慎评估。记者综合报道。因为疫情关系，自从去年底就禁止1年移工来台湾，咱台湾也出现欠工人的问题，就一寡长廊业者趁机会来起大价。不过，就学者认为讲，移工的薪水本地就价格真无合理，起价只是等到市场机制尔。现在因为国境被冻结的关系呢，所以说其实有很多雇主，像红社这边，他其实都已经是不候等待，已经往生或者是住到安养院去了。几面资料拢是雇主等咧找1年移工。我正在摆在米单上面1年了，我要马上去台湾。透过视讯提出签证，表达想要来台湾的心声。除了因为疫情禁止入境，前一阵1年，甲台湾政府嘛针对1年零付费政策，敢若到7月底来做协商。上新的进展是关底16项所费爱雇主出钱，即马已经减到6项，亲像来台湾的机票、来台进前大旅社的开销等等，都需要确认。掠准这6项费用，确认是雇主爱负担，雇主要请看好，头摆就爱加付2万多块。其实目前我们接收到雇主几乎没有雇主在反映这一块，因为以现在这种缺工的状况，其实大家看重的还是有没有人。加付
有的2万寡，嘛是无影响各自的意愿。看申请数量，就知影台湾社会对原职看好有偌尔依赖。根据劳动部今年2月统计，原职看好工伫台湾人数有24万7,000人，一个月底薪10万7块，那加2000多块的加班费，大约是2万的薪水。那是基服单位的基服员，卫福部统计，去年是我4万人，那申请条件较严格，一工8点钟的工钱，大约爱3200，请满一个月就爱9万寡，无怪大家小济要请原职看好，嘛才出现疫情期间坐地化价情形。我们一直讲。没有好的劳工，没有好的照顾品质，没有好的劳动条件，就不会有好的照顾品质，那就没有照顾正义可言。纵使没有透过劳动基准法的要求，单这个市场供需的这样的一个力量，就会让这个薪资起来。我们台湾的消费者，我们台湾民众要慢慢要习惯有一件事情，就是说这样的服务基本上本来就不应该那么的价格那么低廉了。学者指出，因为雇主认为原职看好是小股东的心态需要来改变。新冠肺炎的疫情就那亲像一面镜，照出的是长期以来移工薪水无合理的情形。记者林雅文、曾派文、谢桂林台北报道。高雄产料的国有林班地，伫去年底去互业者乱倒事业废弃物，严重影响到一个环境的问题。落尾警方也抓到3个嫌犯，依照着违反废弃物清理法，甲因移送法办。但天也未光，35栋的拖车经过路口，车故意砍旁部，因为车斗内载满塑胶废弃物。4年的拖车司机用一车6万块的计数，接受环保公司的委托，将铁道铁工厂所产生的塑胶废弃物，再用产寮区高14线铁路边直接倒掉。经本大队多日追查，并调阅监视器，通知相关涉案关系人到案说明。其中1名陈姓嫌犯因窃盗案在逃中，尚未到案。无路用的电料、木材、金属、蓝做伙的塑胶废弃物，去年12月底，雄出现伫基山塑胶区的国有林班地，数量真惊人，蹲甲敢若山里，严重影响到环境卫生。警方用监视器追查，最近将委托清运的环保公司、4单的业者，也甲4年的驾驶，拢总3个人，移送检方侦办，除了爱面临山林法、上济罚30万，牵涉到违反废弃物清理法，还佫有高额罚金甲刑责。废清法的话，在第46条有一个可以处1年以上5年以下的有期徒刑，而且可以并科那个1500万以下的罚金。森林法的话，可以处6万到30万以下的罚款。部分废弃物也搁蹲伫现场用帆布盖，等待检方来做侦办。林管处表示，检方侦讯了后，依法会当要求这不法业者清除，若做唔配合，将由林务局代替清运，再搁向业者来讨相关的费用。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刘公圳边有一个姓罗客家，70几年前受到政府的委托养护刘公圳，所以当初允准因住伫遮。即马是有摕到一个土地所有权的建商，说是向法院申请要拆除刑地。法院本地今仔日是要派人确认拆除的范围，不过现场两边的律师对厝主敢有权利大声把土地买落来的问题，说是有无同款的意见。确认拆除范围的工作，当然也是无法度进行。台北地方法院26即天来到新店刘公圳边，原底要离砍大批丁的厝体，确认拆除的范围。不过因为现场人伤济，厝主无查锁匙等等原因，所以是无法度进行。那赵律师要不要找首相来看，还是怎么样？还是下次再一起来？我看今天这个状况大概可能不让进去啊。民法规定，占有人若是以和平、公然、少年耍的方式占有土地20档以上，会使请求登记加做地上权人。不过现场双方的律师对罗批丁是不是有优先告别权，也是会使以时效处理地上权，更加会完全无相同。如果你的面积是在165平方公尺以上，那么你就应该要采取公开标售的方式。可是农田水利委它却为了图利某特定人士，把这个土
土地切分为2，把它处于在165平方公尺以下。刘公郡土地不在一般的土地所谓优先购买权范围之内，它是被排除。有这70年来，它一直都是用和平、公然、持续占有的方式来去使用这块土地，并且坐落在这个房子内。那我们之前也一再的跟法院呼吁说，这个案子它应该构成了时效取得地上权的要件。他是主张他是使用借贷，说这块土地他们当时刘公郡同意他使用这块土地，但是问题就是说公务机关没有来跟你要地，不代表他同意你使用吧？你不能占到最后变成是你的地吧？不对。这款人的律师表示，这无人这方面虽网主张有适当居住权，不过袂使以这无人的居住权来排除这款人的土地所有权。针对这点，这无人的律师讲会申请大法官解说，希望大法官讲清楚，法律对居住权的保障是袂比所有权较低。因嘛当咧收集证据，希望检调单位爱来调查农田水利会伫卖地和建商过程当中，敢有不法的情形。记者郭碧君、陈保罗台北报道。伫咧新德县的德东国中有一门课是特别安排学生去到山谷的人造森林，而且这个课程也结合着智慧课程，也有实际操作，让学生伫咧这个过程当中会当体验到这个树林的重要性，嘛利用在地木材设计出家己的艺术品。然后前面有同学要帮忙看一下句子是不是很水平，或者是有扭曲的。也不用太用力。手提机啊，专心听老师讲安怎去查，看起来是真无简单。煞了，过来行入去树林内，实在各种植物。对德东国中来到这的这群学生，透过亲身体验，了解保育森林的重要性。我会想要更珍惜这些就是牧童啊，因为是。但是自己有亲身去体验过木工的辛苦，还有大自然的不容易。觉得我们要爱护啊，就是更环保一点，不要让树一直被砍伐之类的，破坏整个自然的环境。说落来，学生嘛利用在山顶家己记的查，参老师甲同学做伙讨论设计作品，用实际操作的课程，让学生对材料收集到完成作品，全拢家己实际操作。直接带着孩子去山上走一趟，就是原来以前，在我们好几前辈的时候，那些在山上工作的实际的状况会是什么样？我们就是把地区有的东西，然后比较实际的给他们看到说，这就是这个地方有的东西，其实不是很华丽，它就是很朴实，它就长在这边。这当过去是林业重点，经过这届实际参与，学生更加熟悉家乡的人文历史，嘛了解到家己参土地的关系。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屏东的小琉球为着要减少粪扫，当地团体最近也把这个玻璃拢回收，加做古古币，尤其会当摕到这款货币去甲店家做环保的餐具，是对环境真有心。咱做回来看卖。纯能机台四界拢有，屏东小琉球的纯能机台就无共款，存出来每一能内底拢有足够水的咕咕币，并且是独一无二哦。这咕咕币是小琉球的老师甲志工，利用海边捡来的粪扫，用回收的玻璃拢、海洋塑胶材料做成的，除了有环保的新创意，尤其伫咕咕币会当作用便当盒啊，减少使用一摆性的餐具。有这个海塑的咕咕币、海滩货币，这些都是老师们跟志工们特别用一些海塑，然后融化之后把它做成了一个代币，来作为呢到这个海岛任何一个地方，只要有咕咕币的特约的地点，可以借餐具，然后呢可以用这样减塑的方式。用完你可以把碗还给老板，然后再把咕咕币带回家。摕咕咕币来做便当盒啊，互小琉球的旅游更较趣味，嘛佫有教育性，达到环境资源再利用的目的。环保永续，包括环境的永续。小琉球独一无二的咕咕币，唔但会当成做旅行的纪念币，也会当摕来做便当盒啊。这拢是小琉球旅游的在地特色，并观光嘛会当互游客甲居民同齐守护美好的环境。记者综合报道。伫咧新闻的最后，咱来赶紧来关心明仔载天气。明仔载台湾各地头一直到偏乌、金门、马祖，拢是侪云到好天。干那东半部含南部地区会落阵雨，过到了后西半部山区也会落西北雨。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您就知。
北部地区对20度到28度。中部地区对21度到29度。南部地区对21度到29度。东部地区对20度到26度。咱来看外岛地区，对17度到25度。预估未来3天气象。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咱马上同一时间再会。